讲到国家级的档案，会当看到时代背景、历史的资料，会当看到过去错误的反省。这寡档案也保存伫国发会的档案管理局。这寡资料是要安怎保存呢？咱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。 真势利将文件顶悬的垃圾清好清气，再搁豆豆啊将边的气角补起来，这拢是记录台湾大细事的历史文件。破洞的部分，我们会用杵皮纸，那依照破洞形状的大小去做局部的修补。修补完之后，我们会在后面附上一张脱芯纸，就是脱芯的动作。那脱芯纸脱完之后，我们就会上墙干燥。 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内底，上久的文件是1743年的地契资料，尤其除了大家较熟悉的历史文件，其实档案局也阁有侪无共类型的资料。目前收藏的这个国家档案，总共的类别有23类。 那类型跟内容非常的丰富。其实目前最多的档案量其实是国防及退伍军人事务。好，那其次是像还有例如说我们的交通跟公共建设，还有像是财政金融等等，都是局里面排行前3名的。 国家档案局我伫开放资料的完结，这几年资料数位化嘛是真重要的工程。那档案目前数位化的情形哈，目前大概占局里面将近17%，因为我们的母数很多啊，但是我们每年都持续进行好几百万页的这个档案的数位化。这数位化的部分呢，我们自己也主动把经过去识别化的这些档案的内容，现在有120万页是放在网络上，是免费可以查询跟下载。 有公开的资料会当查询，若是牵涉个人隐私的档案，其实嘛会当透过申请流程来调资料。档案局表示，保存记录台湾史的珍贵资料，而且开放提供运用，是希望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的过去，思考未来的脚步。记者杨淑琴、高宗仁台北报道。